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我今仔来拍网啊，唔是，咱今仔来吼苏澳，这个桥骹叫北美溪吼，后面你来看，一个乌子桑，咱们遮溪流内面咧好物件。我来讲，这个人吼是台湾奇人，伊叫做周明台。台湾的淡水鱼啊，完全拢伫咧目睭内。咱今仔日台湾新安界，带你来看台湾的淡水鱼的世界。小等嘞，哦，即摆我这老人咧行这个健康步道啦，这内面这石头啊，这水吼，哦，好差好10几度啊，尔有够冷的啊！但是因为吼，这几天大雨串流，你甲看，哦，我真久唔捌安尼来这大自然呐，来这找这个鱼仔饲啊，哦，你看，真好。使啊，小等的有钓鱼无啦？啊，有钓鱼无啦？有啦。伊个哦，这徛袂条呢。有较错流就是话，这沙溜啦。这只是啥？沙溜啊，沙丘啊。哦，这水呢？这沙溜呢？哎，沙溜啊。哇，这只还佫知影呢？无伊上大只，然后11厘啊，这应该中型的。哦，哎，中型的吼。哎，中型。沙溜呢？沙溜。哦，咱小咱来好啊，等。哦，歹势，这要来借你一用啊。哎，歹俩吼，今仔日。水较大。水大吼，啊鱼仔分散。哎，分散。啊，你变做你爱选一寡较好的下手的点。好，下手的点可能要爱找这迄个，哎，参像这种有无？哦，细尾鱼啊吼，细尾鱼啊会踮咧这种所在。啊，只是讲细尾鱼哦，可能拢踮咧这种所在。较静水吼，爱静水，爱用咧靠边啊，因为伊个对无？伊用靠边啊，啊你靠边啊，你即摆水串流，对，一般鱼啊。你若大水出大水过，啊鱼啊咧爬起来有无？伊拢伊袂惊，伊袂戆戆啊行咧窜流，伊拢行边啊。嘿，鱼啊伊嘛较巧，伊嘛足巧的，伊袂讲啊你站上只窜流，我体力用足济，戆戆的。对啊，就边啊就好啊。啊你冰岛去。对啊，你喺咧中央嘛有大尾鱼啊。嘿。啊，你细尾鱼啊，就可能去大尾鱼啊。快车道啊，对。哦，有看到。哎，不好下手啊，今日无好落。其实哦，阮这已经甲周老师已经约束到3摆啊，2摆拢去拄着风台啊，结果嘛是拄着大水啊。最近拢大水啊。我这饲料鸡吼，佫无法度盘山过呢。忙人这初学者诶天堂。只好来这撩水过溪啦。这个过溪桥咧呀。咱这条溪流叫做北美溪嘛吼。哎，对。迄社区叫做北美岸啦。哦，我这咧行这个健康步道呢。哦，迄石头啊，算做伊咯，做啥？哦，这石头啊，足尖的。哦，有钓鱼啊无？无啊无。免。我是坚强的男子汉。哦，迄石头会结来呢。哦。这比较平一点。哦，迄敢若迄个高中的时阵吼，迄去迄个甲迄个女校咧联谊啊，伫迄个南四溪啦、北四溪啦，什么黄举皮寮啦，在遐甲人露营啦，撩水过溪啦，哇，这真少年时的。哦。自文公蟹，
织纹公蟹，这是字啦吼。哎，这个织纹公蟹，这袂尴尬。织纹公蟹啊，它也是洄游型的螃蟹。哦，对太平洋来。哎，对嘛，是会使安尼讲。对太平洋来哦。哎，为海内底来。织纹公蟹。字安怎写？是纹理的理啦。字哈。啊，纹是那个纹路的纹啊。啊，公是拉公。字纹丁黑啦。对，织纹公蟹。来，要钓一只。来，先个，我要借你一用，我唔是要甲你食吼，歹势。哦，有钓啊？是的啊。鲫鱼啊！哦，这啦。哎，鲫鱼。哎呦，我哦，每礼拜都爱煮这啦鱼啦。哎，这啦，细尾这啦。哇，这啦呢？这啦囝。哦。但是伊个卡车片已经悬起来了吼。哎，较悬起来，但是还没成，还没成熟。还没成熟。哎，对。来。然后其实鲫鱼，头一摆看到这啦伊本人呢，人咧讲鲤鱼跃龙门就是这种。你看，伊卡车片就紧起来，足紧张的，歹势啦吼。就你一用。天棒。蚕哦。蚕杯啊。蚕杯啦。哎，蚕杯。哦，这算大的咯。无，迄若饲猪啊，较大粒。阮这刚才咧蚕盘顶头看过安尼，感觉安尼就足大的。哎呀，叫蚕刀啦，嘛叫蚕刀啦。蚕刀啦，对啦，蚕刀啦。都乖咯，伊是看到我安尼惊着安尼啊。你食啥物？枝芽虾虎啦，母的。母的哦。吃呀，你也嘴吃哈？没有，一支两支的支啊。哦。这是不是迄个日本天皇咧研究的迄种的？嘿，对，下好迄类。哦。啊，这是母的。安怎看起来咧？这是母的。母的吼，你这个好听。母的就是两顺啊。我耶，旁边的纹路有一横一横。安尼，这顺安尼。对，两横，哎看。哦，国道2号的意思。哎，啊，这只母的。有这只母的。这叫黑鳍，叫做黑鳍枝芽虾，这个好跳的，我刚跳一只去。哎呦，公的比较漂亮。你看这两抓吼。哎，两抓。啊，公的是几抓？公的就是七彩。哦，颜色是七彩的，它不是那个。七彩霓虹，来，现在救。我就惊伊跳蚤呢。啊，都要跳一只。啊，让伊跳一只。歹势吼。少囥一个吼。少欣赏一下。这敢若我50年前咧细汉时阵，伫小学吼，科学类进课内面吼，去溪仔边啊，去山内啦，去掠叶啦，去章鱼啊，来掠虾啊，共款吼，够趣味的。哦，这水吼，就较静，啊，这石头吼，顶头台啊就较重，吼，啊，你有注意看，这内面的石头啊吼，用圆个变，有无？圆个变，这安怎呢？这就是对山顶吼，一直流落来，一直冲到磨到安尼，啊，才来变安尼。这只啥？荷塘梨。叫做乌骨鹿啊，咱的台语叫做乌骨鹿啊。哦，梨啊吼。嘿，梨是一个鱼在一个风。对。乌骨鹿啊。乌骨鹿啊。嘿，啊，甲迄个笋甲共溪啊。
哦，甲笋壳讲。嘿对哎呦，这听到笋壳鱼啊，就知啊，大家就知。这笋壳港溪，但是伊个是台湾的本土的，笋壳是外来对对对对对。笋壳鱼是泰国那边来嘛？嘿嘿，东南亚那边，啊，这个是台湾的。乌骨鹿啊。乌骨鹿啊，嘿。即我细汉时。有细汉的，淡水还袂有了的时候。对啊，我这港边啊，迄九号水门啊，边啊足济啊。对对对，即马水无污染的所在啊。啊。我在天上的爸爸妈妈，你有看到乌骨鹿啊啦？啊，对不对？在咱九号水门边啊，这，哦，来借你一用吼，歹势。你来花花世界，你大家和平相处。桥骹可能较有哦吼。爱找空啊。咱台语咧讲好空，好空就是安尼。哎呦，可以啊。袂使讲这种话，安尼巴肚会走去。沙溜啦。沙溜啊？较大尾的沙溜啦。偌大吧？较大尾。哦，碰起来呢。哇，较大尾的沙溜。哇，这溜啊！嘿嘿，伊边啊哦，会溜啊，伊边啊有角。你若叫搭桥咧？你甲问，你若小可掠一个，你就知影。迄头遐，头遐。不漂呢？轻轻啊就好。你摸伊个头遐，高调高调。高调的吼，高调的吼，好。嘿，就一个角地的。对。你看你搭起呢。它旁边有一个，它两颊这边有一个那个倒，有钩子。倒钩子。哎，对对，有钩子。高啦，哦，这我唔敢骗互你看。来遮，无伊会随着溜就是安真后跳。哦，来哦，观众朋友来注意看哦。哎呦，谁啊？我跳出来，紧扛起来，小等才互恁看哦。啊，注意哦，阮这唔是美食节目哦，唔是拢会当食的哦，小等拢放放进去哦，为了做节目啊，互恁看的。老师，咱过来一只就会使啊。哦。过来一只。这啥物？巴库瓜子呀。海龙走伤紧，抓袂到。哦，你头有上到就对啊。这只它嘛无算低卡啦，但是它憨气，它没有。比较应该是讲说，也要讲长线嘛。阮掠鱼的人，我是感觉真济啦。哎，但是，哎呦，用这个条，下步，哦，看有多，那个巴库瓜旗啊1、2、3、4、5、7、8，呼巴掌的巴，啊。啊，酷是迄落，酷是迄落，酷是裤，酷是迄落仔裤的裤，仔裤，对，等下，啊，寡子，寡是迄落，曲高和寡的寡，啊，旗是迄落，那个什么，咱讲的迄个棘，那个很棘手的棘啦，棘手的棘啊，敢若插的迄个，对，敢若插的迄个棘，对。寡棘就是讲伊的棘有，但是少，但是伊嘛是另外一个中文名叫做雷虾虎，雷嘛是虾虎类的，虾虎类。啊，咱台湾本土叫伊啥物名？就拜库雷虾虎啦，拜库雷就是用翻译也学名翻译叫拜库雷。这咱特有种吗？还是讲？无，迄个算讲黑潮水系的。
下草水系的国家有，哎，对。啊，就对太平洋冲入来。对。哎呦，两个咧搭啊呢，你搭来搭去呢。哎呦，你嘛小歹势一下，我为着节目效果，你著小拜托些。哦，唔通搭来搭去。哦，哎呦喂，紧看起来。哎，欢喜来看这个电影秀，鱼儿秀。鱼儿秀，哎。这什么鱼？鸡蛋。咱讲的土鸡蛋。土鸡蛋吼，这有影土鸡蛋呢，跟我平常时买的鸡蛋拢无共款。平常时啊买的迄种鸡蛋吼，因为伊个饲的嘛，啊饲的伊食固定饲料，啊咱这是伫溪仔底，溪仔底伊的鱼啊吼，随着迄个环境去变化，所以伊的色哦，伊的色滴，例如讲伊若米的较暗的，哦，伊的色滴就变较暗。哦，啊，咱即马这条溪啊，你看伊的土色，所以伊的色都是较活咱自然的。啊，你伫遐徛的时阵哦，伊感觉较变，无亲像咱迄个，咱养殖的吼，较高新，较高新，因为咱要食鱼嘛。所以讲你若是讲养殖的迄种鸡蛋吼，讲是改良过，因为改良过了后，伊唔知我都生较大只。啊，肉生较紧，生较济，对，就差喺遮尔。我头下手较压手一下吼，我就知影哇，甲我平常时即个买这无啥共款。伊较变形，较变形，啊，感谢呢。肉无较够啦，无要甲食，无要甲你食呢。啊，我就哦，你甲忙。再见喽，吼。啊来，哇，下一位。好来，拜拜。Camera， 这种鱼啊叫做乌骨螺啊，你唔知有？乌骨螺啊，乌骨螺咱讲的迄个国语啊，吼，国语的中文名叫做荷塘鲤。荷是褐色的荷，啊塘是迄个胸膛的膛，土一个塘，土塘。哦，兔字，兔鲤塘啊，然后鲤就是一个鱼啊，还有一个风啊，类啦。哦啊，伊吼米喺石头旁内底，哦啊，它躲在那个石头缝里面，吼，就是雌伏啊，就是米喺石头旁，啊，踮喺边啊，闭条，啊，咧食物件，伊是食虾啊啦，细尾鱼啊，为因兜经过，哦，啊就歹势咯，都甲食了，对，啊，所以是种掠食性的鱼啊，这大只吼，差不多大这种种类的吼，这种荷塘鲤吼，那嘛讲中塘鲤啊。这种种类的，差不多才大15、6啊，15、16公分。啊，唔是刚刚笋壳啊，刚刚笋壳。啊，搁一种，吼，搁一种本土，嘛是刚刚本土的哦。原生的啦，嘛莫讲本土的，原生的吼。因为外国嘛有啦，啊原生的吼，搁一种原生的会使到40公分，到40公分。乌骨螺啊，嘿，乌骨螺，搁另外一种的乌骨螺叫做，但是伊的名足奇怪，伊叫做蝌蚪秋塘鲤，蝌蚪就是迄个，哦，我知，嘿，伊是足大只啊，但是唔知影为啥伊的名叫做蝌蚪秋塘鲤，翻，迄个因为用迄个学名吼翻起来叫做蝌蚪秋塘，错啦。啊，咱台湾叫做侧带，哦，侧带秋塘鲤，因为伊后壁伊的边啊，一孙哦，乌乌的一孙啊，啊，这只哦，这只鸡是母的。安怎看？因为吼，伊公的吼，伊头会较宽，啊，伊头较尖，所以这只是母的，这就是母鱼。啊，这族群稳定。哦，这族群足济，你若是咧，溪仔内底吼，溪仔迄个溪仔口无污染，哦，溪仔亲像咱这种溪仔，你看离个出口大概就是500公尺就到出口啊，个海边啊。这种溪啊，足清气，这种溪啊，就是有这，台东就这，台东很多，台东。这拢算黑潮系列吼。黑潮系列。谢谢。歹势，阮无通过费哦。通过费。拜拜。来 ，next。搁另外一只啊。下好。下好，台湾文虾虎。哦，这是即马哦，台湾无迄个特有亚种，
所以它是所以它也不算是台湾的特有种，啊，叫做台湾吻虾虎，哦，叫做台湾吻虾虎，是台湾吼10种吻虾虎的其中一种。以地区性代表就是算北区的，因为是咧北台湾啊，北台湾吼，一种的吻虾虎。啊，咱的吻虾虎，每种吻虾虎拢有迄个，拢有伊的地盘，都有它的地盘吼。你若讲，咧恒春万道迄个有恒春吻虾虎，啊，兰屿的有兰屿吻虾虎，啊，东部的有迄个什么四斑吻虾虎，东部的吼，啊，四斑吻虾虎就是代表东部嘛。哦啊啦，大吻虾虎就是嘛是算讲伊咧东北角嘛有无毋对吼，北海岸嘛有，但是伊嘛是绝大部分咧东部较接咧看的，所以伊嘛算讲是东部的代表。是。所以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迄个啊，咱即马介绍这就是台湾吻虾虎啦。台湾吻虾虎就是北台湾的代表。啊，这甲日本天皇咧研究的无共款。无共款。日本天皇的研究的气候嘛是。就是伊就是去研究的气候，但是毋是干那去科，就是足侪很多属啦，科林下面都是属嘛，很多属的那个气候，伊用咧做研究。啊，咱台湾本土名嘛是叫伊气候咯，嘛叫气候。啊，你若是讲日本吼，有会甲气候吼叫做刷野刷，日本像咱们要介绍迄个什么？秃头鲨，啊，为啥叫秃头鲨？较大只的就是沙西米。较大只做沙西米，在台湾是较无啦，台湾是较无啦，但是有天妇罗有。你就亲像这个咱讲的，咱要介绍迄个秃头鲨就是，哦，就是伊的名就绕口，叫兔手飘旗虾虎啦。就去蒸鱼吧，就伊就是规只落钱，规只落钱。咱以前咱会食迄个花条哦，花条毋是咱用迄个一宗安尼有无？点落去点，但是因迄种的利用就是用四天不辣，四天不辣。是，啊，这是台湾吻虾哦，北部的算讲台湾北部的代表。这个个性看的较活泼较活泼。啊，伊为啥叫沙溜呢？伊的沙溜吼，伊愈落危险，伊会撞沙。咱另外一种叫做鱼溜嘛，伊就是伫田的内底烂瓜糜内底。咱即马即种就是用咧溪仔咧用钻沙嘛，所以伊的支持的迄个环境就是有沙的所在，为啥有沙？咱溪仔边这细粒沙吼，啊伊若拄着吼危险吼，拄着有威胁或是危险的话，它就会钻到沙子里面，啊，露出2个眼睛。啊，这种沙溜专性拢有啦，专性它除了东部没有之外那几乎咧宜兰一直甲迄个东海岸、西海岸拢有啦。南部嘛无一定全部有啦，恒春半岛迄边较无啦。啊，这种的咧南部听讲是有一个新种，可能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目前为止是已经叫做中华花楸啦，即马叫做中华楸啦。这你甲看吼，敢若一个鸟鼠仔头咧。对，说有喙手啊，有手，有边有手，伊的手就是伊的触觉，就是伊利用这手去鸟沙底的物件。伊若沙底有迄个有机碎屑物啊，伊咧食伊算食土的啊，食沙的啊，食沙去，伊会为伊的两个腮盖过胎去过滤营养分加入去，若无营养的，就是胃边啊，胃边啊。无咧，就伊食呆啊。无，伊是食腐植物啊。腐植物，所以伊这生态链内面真低层哦。伊是较下骹的，伊是红刺啊，亲像讲，但是伊是安输落啥就食啥，所以伊较杂。你若讲啊边仔溪仔边仔有迄个鱼仔放卵，伊若去扫掉，伊嘛是共款。伊嘛是去食，甲食掉。所以伊是较
杂啊。所以伊这会当当做机漂的物种嘛。那如果若这种种若无去，就代表这个环境是完全是拢空间拢无法度。基本上伊爱小可有，怎讲？小可袂当伤垃圾啦，袂当伤垃圾。然后你若讲伊是指标来讲就是讲，你若溪仔底无沙啊，全部落竿梅，就袂有即种物件。啊，你全部落竿梅会安怎？落竿梅伊是一个沉积物啊，沉积物。你要有沙的环境，爱安怎？爱小可有流，你唔知袂沉积。沉积物，你沉积了，你就会变成落竿梅，袂透水啊，袂透水就是呢。啊，伊放卵的就是爱踮咧沙内底，沙内底你要有。你若变空间啊，会透气啊，系啊，你能放落去较有透气，所以吸气啊。对，所以你若讲伊要讲叫做指标，就是讲你若水无流吸水，就袂这种鱼啊。这种是到目前在台湾来讲伊即马是算较济的物件啦。但是就是咱以前迄个工程单位啊，也是以它作为工程的流速啊，以它作为指标啦。安怎讲？这个我唔知因的设计是为啥要以伊做指标，我是唔知影。就是设计伊个水流啊，咱的工程的水流啊。比伊收的较慢，比伊收的较紧。对，就是讲你要鱼仔起来，要起来，歪起来，以做标准啦。但是我唔知什么原因讲要以做标准。你做鱼体的时阵啊？做鱼体的时阵。有的人就以伊做标准，我说过，所以。但是吼，你嘛袂当讲伊做标准，因为伊较介意的所在，伊袂去伤错漏的所在，一定要有沙沉落。你伤错漏所全石头啊？全石头啊。对，啊，伊就是爱迄落买漏，佮敢若无爱漏。对，就是它有漏小可漏安尼，迄种所在，迄种所在毋知有沙啊。所以就算中速咯。算较基层的，较基层的中速。所以你若讲你要设计原因，就是讲你有漏啊，然后漏嘛袂讲介大，所以变做伊是一个指标啦。这只叫做兔手秃头鲨，拖头，拖手兔手。这种的台湾上多是日本秃头鲨，啊，今日都无掠到日本秃头鲨，原因是因为即马水大，然后这个季节吼，其实你爱踮咧较错漏的所在通好掠，但是你即马看的所在拢足平的，伊爱踮咧有错漏的所在，内底有石头啊，用比石头底，这只讲实在话，就是你掠到就是注死，这是算注死掠到，注死掠。我也无看到，我无看，因为咧草坡啊边啊掠到。其实唔是较无法介意草坡，伊介意吼有流啊水小可较深的所在，这只是公的啊。伊这可能是拄啊咸着咯。会咸着咯，就是弄在我家己的网仔底。为啥叫秃头？它那个头部是圆的。伊的另外一个上名叫做和尚鱼啊，和尚鱼。和尚鱼啊。对，和尚鱼啊。拄好伊嘛是食菜。刚才讲石头顶刮食那个藻类，食苔啊，食苔啊，食苔了就是变做讲素食主义嘛，然后头个拄好圆。你看伊个过节样，对，看伊个老和尚啊，然后刚好靠布地去哦，我要老啊，靠布头啊呢。对，这种的哦是较偏是算讲两侧回游型哦，伊细汉的时阵吼，细汉的时阵伊在海内底漂浮啦。漂浮，伊即摆伊放卵嘛是共我咧溪仔咧放卵哦，放卵了是孵化了，伊无游泳的能力，伊的卵足细粒的，所以伊生出来可能比绝搁较水。哇，就飘出去啊，就飘出去嘛，飘出去它就在海里面哈，因为海内底靠有一寡藻，就是比较更细，它好吃啦。对，眼睛我们看不到的那些藻类。它就在吃那些东西，或者是一些浮游生物，或者是不管是淡水，不管是肉食性的或者是素食性的那个漂浮
就是说那个怎么讲，漂浮就是浮游生物的，对，浮游生物，然后它就是吃那很小的东西，那是眼睛看不到。那它在海里面哦，像这种类在海内底爱流浪6个月，4个月至6个月啊。流浪6个月哦。哎，对。所以伊会生较遮大，因为无爱2、3冬去啊。伊要爬起来的时阵哦，嘿，都开半冬去啊。啊，产这个体型大概是2年鱼啊，2年鱼啊左右。哇，这先摆啊呢。2年至3年啊，伊起来壳仔底其实会大足紧。没错。伊细只的时阵，因为伊爱食迄种更较油的物件，爱甲伊的迄个吸盘生出来，伊较法度。即个爬去壳仔底，对。啊，咱踮迄个无迄个东部，毋是讲咧掠迄个红头母啦，就是即种。哦，东部咧掠红头母啦，就是这哦。都这，但是比即种的搁较济迄种的，就日本秃头鲨，咱今日无掠着。对啦，大发生的时阵安尼。大发生的时阵是你会看迄乌暗暗啊咧爬起来。爬起来。对。我一摆去看到哦，气质毛落起来安尼。即马手足济啊！以前无老迄30年前。哦，30年前就足济，足济迄种的。啊，这叫做日本秃头鲨啊，叫咱大部分呢，因为伊会起喺石头顶嘛。好啊，为着要甲高柑仔分出去，所以伊嘛是高柑仔类啦。它也是虾虎科的鱼啊。啊，伊要分出去了，就是要甲两者要分辨那个属名，所以因为伊会搭喺石头顶嘛。啊，叫做石搭，哦，叫石搭，石搭叫石搭，嘿，石搭，但是石搭吼，佫有分，哦，佫有分，石搭佫有咱台湾佫有一寡迄落，哦，咧纯淡水、纯的淡水，例如讲什么爬岩鳅啦，哦，爬岩鳅迄种嘛叫做石搭。哎，讲土名我才会捌。爬岩鳅就是咱讲的，就是土名嘛，叫做石搭啊。啊，石搭嘛，石搭我知。啊，你有原来石搭遮济类哦。足济类，啊，你佫有一种是，佫一种石搭类是保育类，啊，伫台中遐，哦，因遐叫做漳水搭，因为伊听起来咱漳水，哦，漳水搭这我有聽過。嘿，漳水搭，但是伊吸的方式，甲这吸的方式佫無共款。这吸的方式是敢若吸盘餐，像咱念迄个。咱念，例如讲念咱伫办公室的去念迄玻璃迄种圆呢。哦，吸盘啦。嘿，甲吸盘。啊，另外一种，咱讲迄石搭是，迄爬岩鳅迄石搭是，伊是利用伊两个迄个石搭安尼钉起来，敢若讲有马术共款钉起来，产生一个吸。啊，本身无吸盘。无吸盘，嘿。哇，这较高工哦。嘿，伊是。两个大粒的相刺啊，亚酒链的。对，啊，伊就是利用伊个刺吼，即个腹部遮呢缩起来，变一个真空吸的。哦，安尼我今仔学着，原来石搭遮济种啊。石搭足济种，生物承载量就是爱看有人去研究，一个学术的人去研究讲，即条溪啊，哦，到底伊最合理的情况。对，合理的情况是啥啊？免哪里利用？咱即摆敢有永续无经营，你袂当讲利用啊变做商业的啦。咱其实是讲要以自然的方式，就是希望互咱这在地的人哦，知影讲恁遮有遮好的物件，啊你去经营遮的物件。哇！我头仔看这观察箱吼，内面就是石头，其实内面哇，这毋是石头，这拢泥呢。还有泥啊，对。哦，所以吼，你若甲你讲吼，这大自然的世界实在是无奇不有啊。哦，这个会使讲是百花齐放啊。我相信吼，观众朋友一定是真好奇讲，是安怎周老师诶，你明明啊，搁伫咱伫工厂内面啊，搁咧做。电子业迄个工务啊，咧修理物件，修理一寡，亲像咱讲的水电哦，空调，啊消防歹去，啊椅啊歹去爱修理，啊便所无通你嘛爱通，啊做即种的。哇，但是哪会行来这度啊呢？爱算意外，意外就是以前地老爸嘛，地老爸钓鱼啊嘛，啊就
有较接受到迄个接触迄大自然啦。啊，你大自然了后，你就介意鱼啊即种物件，啊，就嘛是为钓鱼钓到咱退伍，然后退伍的时阵，退伍的时阵吼，退伍的时阵咱安尼讲啊，咱退伍钓嘛是共阮钓鱼啊，啊钓到尾啊，你会感觉讲，鱼啊敢加，咱台湾的鱼啊敢加，迄落加即几种溪仔底啦。啊，就拄好迄当阵啊，我要退伍进前，我1999年退伍哦。啊，退伍进前的时阵，进前的时阵，海参馆迄当阵我拄好咧筹备，海参馆咧筹，屏东迄海参馆，咱去啊，敢若讲去啊佚佗嘛。啊，佚佗迄当阵海参馆内底有出一本即马是海大的迄个教授陈义雄教授啊，伊有出一本迄个。伊当初应该是在迄度啊，咧筹备处那时候要当筹备处的主任啊，有出一本册叫做《台湾淡水及河口鱼类志》，因为内底看到内底讲，你有钓过？有钓过，有的捌看过啊，奇怪有的溪仔底敢真正有这种物件，咱就开始就是对这就较有兴趣啊，就是摕一支网啊，试过好看卖啊。愈好愈有兴趣。啊，好啊，到尾讲，有的人就是讲，你个毋是用钓竿啊？钓竿的物件拢钓过啊，啊，佫钓就无意思啊，对吧？啊，就是用好的嘛，啊，因为伊好，咱爱总爱有留一寡留有那个记录嘛。啊，就咧网络内底就人讲，啊，你会使去买相机翕啊，啊，咱就去买一台相机就去翕。啊，哪翕哪有兴趣，哪翕哪有兴趣，我就慢慢啊。愈来愈侪种，啊后壁，佫有人来咧讲啊，你使出册啊？我嘛袂想讲我要出册啊，我会出册是因为讲，迄个高瑞清讲啊，拄好迄个陈星陈星有要佫出一本迄个淡水迄个图鉴，啊我就甲讲，啊是要出几种，啊我就讲啊无咱，伊讲你即马有要200种，你会使出的嘛？你会使去出来啊？我讲安尼无意思啊，200种无啥意思，要出你就出上多的，因为陈老师伊本是224种。咱就想讲，啊无咱就佫较济一撮啊，我就叫伊等我嘛，都等几年啊，等啊2011年啊，出一本第一本。几种？第一本是305种。305种。啊，第二本。因为第一本是外来种甲甲斗阵是305种，第二本外来甲本土的夹起来，总共420种。420种，啊你破纪录啊！我嘛是佫感觉无够啊，因为另外第二本是2020年出来嘛，2020年出来了。2020年出来了后，佫有一寡新纪录的物件。拄好后壁，因为咱无可能讲，咱这算就算是死人，看一世人，啊，你就有的物件捌看过，佫有出来，所以应该2020年甲即阵应该佫有发现的啦，新的发现的，外来卖算啦，新的啊，佮以前咧一寡迄个河口的海鱼迄种。会伫来淡水迄种，咱会使踮咧市场会使看到死的，啊，因为我要翕活的，对，所以佫有增加大概差不多30种。你在你的手头无登录过，在你的手头叫登录的差不多几种？你有算？你讲登录的，咱过去在台湾的还是国外的这个？你若讲合术界来讲。新种新的啦，新的种类啊，甲国外发表的，应该新纪录甲新种应该有30几种，在你的手头。但是我唔敢讲，迄个手头全部我发现的啦，我发现的应该有10外种。因为佫有一寡朋友大家斗阵问你了登录入去。我大概就是30外种。我会综合问一下关于有没有可能爱了解讲，
你做这记录是要创啥？除了个人的兴趣，你有后来你有感觉一种心得，还是种一个信念，要传播大家来听？安尼讲好啊，有小可亲像有一寡你出册嘛，啊出册就有人会去，亲像咱即摆上这个幕，也是人要找你演讲，哦，也是人要帮你口述写册，因为咱这淡水遐的原理，咱出册。咱就变做讲，毋是出册就结束啊。你若讲社会责任嘛是啦，因为我进前嘛是掠鱼啊，掠甲掠摕转去翕相啊，哦，摕翕相，这行为对啊毋对哦，是咱大去落啦。个人见解，个人见解。但是基本上我嘛感觉讲这无应当的啦，你把鱼啊掠转去啊，甲鱼啊弄啊死去安尼。这嘛是无应当的，所以讲咱即摆有一个责任，就是讲，毋是讲啊我掠哇你用。周老师，你用掠了，然后叫人卖掠，不是，我嘛袂当讲叫人卖掠，咱的意思讲，咱来传达的是讲，要掠会使，吼，你要掠会使，但是你莫做甲商业啊安尼，因为你商业鱼啊，就爱足济，就要牺牲足济，变做一个恶性循环。对，这样子我们台湾的鱼啊，愈来愈少，哦，因为。是安怎有诶物件是宣导讲啊，宣导讲啊，咱莫掠鱼啊，咱莫去掠迄较起卡的。你起卡翕翕的落去嘛无要紧，你翕翕的等于厝诶翕翕的，啊，搁炸转来放，我感觉是 OK 的。哦，但是当就是讲，莫有迄落卖啦，莫有商业性。商业性，因为你若有商业性，你就是恶性循环。对，这资本主义。所以我讲，唔是讲出完册我就结束啊，咱就变做啊有一个，会变做一个使命呢吼。对，使命啊，你去传达嘛，你传达，人要听无去听，迄是个人的行为，要听无听个人的行为，但是我只是一个宣达。但是整个你来看咱台湾的淡水河鱼啊吼，有面临什么问题无？因为甲台北市来讲，我们以台北市来讲，咱淡水河已经足清气的，啊是安怎变垃圾？变垃圾就是人大做，就是有一寡排水、家庭废水，哦，干抢的。虽然有慢慢改善啊，无毋对，但是问题是迄速度啊，比袂到对，死去啊。对，因为咱拢会失去啊，去了解讲这物件的重要性。所以变成讲，我们就是家庭废水哦，家庭废水、工业废水哦。那人为捕捉嘛是有哦，人为捕捉，有的人是讲啊掠袂绝种啊哦。我相信是掠袂绝种啊，但是问题就是讲，恶性循环之后的东西啊，当物件愈来愈少哦。多样性的对，啊，搁河川的整治，因为。咱以前的河川整治是无在考虑着讲水内底生存的物件，即摆是慢慢啊改善啦。咱即摆讲这种改善的物件，拢是爱开钱的物件，尤其是大自然，你要甲恢复是，啊个人甲大自然抢水，吼，人甲大自然抢水，因为最近一寡水，你甲顶悬水炸起来，下骹水炸啊，鱼啊拢。打死了啊！这就是嘛是一个问题啦，哦，这边怎改善的，就是讲你用水的单位要怎去改善这个物件。所以真济，其实我知影讲真济部落、真济川吼，一山拢开始会封溪。封溪。你认为这个封溪这个代志，对着咱台湾的意义是啥物？啊，后手应该搁要注意啥物代志？封溪吼，你若讲封了好。就是讲啊，咱莫讲啊，家己封，家己掠，哦，封的好，当然对自然是足好的。但是你要怎利用这个自然，互这条溪啊，价值是甲用出来，哦，因为敢会封过头，敢有这种封过头是一定会封过头。你若去溪仔边，无毋对，你会看，你若封溪的溪仔内底，你会看到鱼啊足高的啦，但是鱼啊足平均的，讲袂迄个特别大只的。特别大只用足少的，拢知影平均咧中型的安尼。啊是安怎？是安尼咋？就是讲你一条溪啊，内底食的偌济，咱会讲的生物承载量，就是你这条溪啊会使带偌济鱼啊。
啊，你若搁放落，其实无意义。所以你这就是讲所以平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对，因为我们咱叫做大自然的循环，我们有食物链啊，食物链，那这个就是在利用。那我们也，咱嘛袂当讲以人做主体啊去想。对。所以说嘛是爱有多态一寡物件。因为你保护就好啊，鱼也足济对啊，无毋对，但是鱼也足济，就是安尼尔。会变做真平均，无大小，袂有大小啦，啊足平均的啦。啊慢慢即个过渡期，过渡就是停的啊。你这条溪会使活1万尾，你安怎放就是1万尾。所以你爱这种生物承载量，就是爱看有人去研究，一个学术的人去研究讲这条溪啊，哦。到底伊最合理的情形，对，合理的情形是啥啊？免怎你利用伊？哦，毋是讲啊，你风溪永远拢风。咱即马风溪就是有一个标语叫做风永续经营。永续经营。但是咱即马敢永续无经营啊？你会使永续啊？鱼啊足济，无毋对人来看啊，鱼啊足济。但是鱼啊永远就是对啊，鱼啊永远就是安尼尔。啊。台湾的一个物件就是讲，你咧封溪的时阵，大王要封溪，大家都要封溪啊！大王要，咱参像以前的达纳伊谷，达纳伊谷，大王就想要讲啊，达纳伊谷共款啊，什么鱼啊真高啊，鱼啊真早吸引的游客，但是你若做过头，你变做讲你迄个所在就无迄个特色，所以讲你若讲要发展你这条溪的特色，你就是要有一个。参像咱宜兰有种飘河啊，你安怎去利用这条溪啊？但是你袂当讲利用啊变足商业的啦。咱今日是讲要以自然的方式，就是希望互咱这在地的人，知影讲恁遮有遮好的物件，啊你去经营遮的物件，毋则有动力啦。无你若是讲大王，咱来讲好话，讲一个较无输赢，就是讲大。经营了啊，人家人迄辛苦经营的物件，啊，你无奉一个鼓励，变做讲无除非是政府鼓励嘛，就是咱卖去甲人民众收钱，啊，政府你要保护这条溪啊，政府的经费用直直互你嘛。对，你头讲就讲政府的角色，啊，如果你若讲这个风溪爱开放，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来界定讲，你这条溪爱放开放，但是开放若是无同时间开放，会产生什么结果？就大家去集中啊！集中就是比如讲，咱本来无风溪的时阵，大家你会去北市溪、南市、北市钓，你会使去钓苦花，你袂使去钓溪膏啊！无风溪的时阵啊，族群都分散嘛。人嘛袂集中。对，人袂集中。即摆就知影讲，这条风溪是遐足高的，这条鱼遐足高的，啊，无风溪啊，开放啊，就这条溪啊开放，对来1、2天就攞出啦，对。所以袂当用这种方式，无就是讲，参像外国有一寡制定的一个方式，你就是讲游戏规则咱先定出来，定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去遵守，啊，伊遵守了每一条溪啊的，迄个敢若讲规则啊，甲一个选手队还是啥，啊，经营这条溪的收入，就是互遮的人付出遮的名。你袂当讲这个钱摕起来，你用别的物件，无袂使，你就是讲人踮咧遮维护，你就是要有遮人。出之以何川，对。对啊，外国人伊咧溪流还是拍拉的所在迄餐厅拢有讲 game food，game food 就是 hunting game，我拍到这个人无的时阵我等会再等咧餐厅来煮。你袂当啊，你袂当炸，对，袂当炸，伊会检查你这用的武器是合法的，还无合法的。你若是用线大的，你歹势，酷起。所以政府
爱有角色。啊，有但是问题就是咱即马较无法度是民粹啦，就是民粹吼，民粹，啊，惊讲人控制政府都对无？啊，这就是你也有一个，除非你也有一个迄个，敢若讲公权力。公权力出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上后尾吼，咱世界万人台吼，拢伫咱台湾新港界吼。这周老师吼，我来许一个一个愿啦吼。周老师吼，搁5档台湾500只，恁500种的鱼啊，500种，会使袂？搁5档500种，嘿，500种会使袂？应该有机会，应该有机会。应该有机会。观众朋友有听到吼？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5档了后，希望我搁在这个节目哦，啊，搁周老师吼，咱搁斗阵来台湾500只500种。三个小蛋的有有养我啦啊！这是过山虾，哎，这是过山虾。哎，对对对，过山虾。